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8月26日公视台的一报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美国参中国贸易战影响到全世界股票市场，台湾股市收盘破183点，收伫咧10354.57大价。香港反送中昨日报举办全规程大游行，警察真正有对空中开枪，警察真正弹出来头一枪。30年前，今日有人发起无壳落地运动，民间团体讲到这当阵，青年人嘛同款是连大都为难。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又搁发生抢银行案件。中昼12点15分，彰化彰美路顶头第6信用合作社，有一个男性挂喙安戴帽啊，野枪冲入去讲要抢劫。一个听到警察赶到位呢，伊也即时脱出去，警察约300-400公尺，才将伊压制落来。这中间又按警察敲一枪，加在无人受伤。目前已经押登去分局审问，到底抢银行的动机是啥？就要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另外，咱来看美国和中国贸易战愈来愈激烈，先变先有当阵啊害着交济天，全世界股票市场拢有去影响到。台湾的股票早起原来有跌超过109点，收盘的时阵嘛是跌183点落来，收伫咧10354.57点，成交量1152.7亿。学者分析讲，美国参中国贸易战拍算的写甲片甲不留，加在台湾近来国内的需要有较起色，各贸易订单转向，甲台商倒转来投资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要保伫咧2%，是抑阁真有面的。美中贸易战恶化，冲击美股4大指数大落超过2%，26台股一开盘都低调段落，盘中落超过180点，上个来到10340点，电视屏拢是青顺顺，散户损失惨重。我觉得还不会反弹啦，因为两个真的在打架了啦，谁赢谁输还不晓得啦，就小心观望为主啦，少做为妙啦。美中贸易战愈来愈激烈。最近中国反击对美国750亿美金的商品甲汽车调升关税，美国嘛随反制，将所有美国销售差不多5500亿中国商品关税调升15%到30%，嘛要求美国企业退出中国。财经学者分析，美中贸易战敢若是愈战愈凶，会冲击台湾出口表现，不过对台湾整体经济影响有限。两大经济体又会陷入焦土战的疑虑，心理层面影响比较大，各位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就可以了解，外加增5%那个部分没有各位想象那么大，所以台湾在全年经济成长率维持2%甚至2.2%，其实都可以期待。都惊美中贸易战恶化，影响台股。行政院嘛全面备战，嘛是国安基金组委的行政院副会长陈吉迈在开盘之前，甲财经部副首长交换意见，密切观察台股甲汇市走势。强调内出现信心崩盘，因金融失去秩序，才召开临时委员会讨论立起护盘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昨日报举办全规程大游行，就是讲按规方的巴士站行去到转弯公园。到暗有发生讲抗议的人士举铁管甲叉箍咧约警方，警方嘛开枪出来压这个群众伫咧记。香港警方昨暗透暝开记者会，讲有部队也驾驶敌警察，警察确实嘛有对空中开枪，通好压制现场。这也是反送中游行到单，警察真正弹出来头一枪。汹汹传出声声，这伫香港中湾附近25暗时8点左右，警方清场时，似乎民众棍仔甲装仔角一直退后，陆开反送中运动以来第一枪。警方26半暝召开记者会，证实警察有开枪，表示因为警察一直受到攻击，发出警告无效，考虑家己甲同事安全，无别的选择，因此选择开枪。有6名同事拔出配槍戒備，其中1名嘅警員向天發出1槍嘅警告，當中冇射中任何嘅人。事件中呢1名嘅警員表現英勇同克
佢使用嘅武力喺當時嘅情況係必須同埋合理嘅。不哩個現場嘛翕到提雨傘民眾跪落來，無想要攻擊，所叫野前警察踢，警方則是回應，這是自然反應。暗個冇部分民眾破壞點解大門，聽講這是7月21日攻擊示威者的白衫人密集所在。根據警方講法，昨日衝突攏總掠到36個人，涉嫌非法集會，有藏武器甲攻擊警察，強調有10個警察受傷，需要送病院治療。醫管局畫面對外證實，到25暗時8點半，佇全縣的警民衝突，尚無有8個民眾送去病院。隨上衝突為25下晡遊行就已經開始了，警方頭一擺重水車破壞路障，推進封鎖。甲物分享示威民眾，各有使用催淚彈、塑膠繩子。警方表示，會安尼做，攏是因為民眾傷過暴力咯，甚至用裝甲甲下刀火武器攻擊警察。香港反送中經過頂禮拜，大部分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了後，5大訴求無得到回應，能夠活回來。拜6禮拜攏有反送中活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創上禮拜6透過面冊講，大家攏忝咯，希望尋求對話。禮拜2下晡，佮強調網友留言，伊攏看會到，嘛感受會到。目前對話平台佮佇籌備階段，希望會讓趕緊出現。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咧拼反送中，隔壁澳門是伫昨舉辦第5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唯一一個候選人何一成，伫咧400張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投票內底摕到392票，當選了後，伊嘛講會盡拼力伫咧澳門實施一個中國兩款制度，由澳門人來治理澳門。我向全澳居民鄭重承諾，我將全力以赴推進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嘅偉大實踐，堅定不移地嚴格按照憲法同埋基本法履職施政。今年62歲何一成和中國的政治參商業界往來是真密切。公元2000年開始了落插政治，捌擔當過澳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閣有澳門立法會主席這個職務。伊自本是捌講，連立法會主席都做袂好，我哪敢選特首？不過今年年初煞雄雄表示講要參加特首選舉，外界嘛分析講，拍算這是北京的意向。咱來看美國頂日批准要賣咱台灣 F-16V 的戰鬥機，引起中國政府歹喙抗議。美國軍艦的第7艦隊嘛真罕見，用因本身的 Facebook 表露講，8月23因有一隻獵灣號有駛探過台灣海峽，這也已經是美國的軍艦今年第7擺經過這座海面。國防部是講，這件代志咱從頭至尾攏有掌握到。嘛學者講，這分明就是美國咧針對中國典威脅。美國電路艦獵灣號面頂的人透過吊鏡監控目標，美國第7艦隊真罕哩透過官方人面冊公布獵灣號伫8月23通過台海的消息，這嘛是美軍軍艦今年以來第7屆通過台海。每艦經過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國防部運用聯合行艦的作為，全程都能夠掌握我國周邊海空域機艦的狀況，期間並沒有異狀。國人放心。國防部強調，講相關的軍事行為攏有佇掌握。毋過，因為美國8月21日批准軍售台灣 F-16V 戰機，中國政府強烈抗議。美軍軍艦8月23日通過台海。學者分析，除了美軍軍艦航行台海常態化，這個時間點是真敏感，對中國事件的意思嘛是真重。雖然看起來是個軍事行動，但後面所隱藏的，或是美國所刻意釋放的政治訊息，其實非常強烈跟明顯。那再加上這次行動之前，美國才證實說，這 F-16的軍購，就像是7月份的這個通過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也是在剛好在北京這個公開發布國防報告書。李大中認為，美中一直衝突，美國維護在印太領導地位的力頭，確實比過去加強真多。針對傳出獵灣號通過台海，專程去予解放軍來監控，雖然國防部無做回應，毋過李大中表示，就像台灣國防部對美軍軍艦進行監控，解放軍嘛是同款。記者綜合報道。生活的破皮啊，咱來講30年前，今日有人發起無殼落地的運動。民間團體今日舉辦記者會，指出講，經過30冬，台灣的青年人月給愈低，厝價甲薪水所得的比例，抗起哩到15倍才懸。就連稅厝起來，厝稅嘛攏超過逐月日薪水的1/3。因嘛講會邀請各政黨的代表來面對青年人，敢若要大都為難，這款用要影響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少年人派东怀怀的落地卡，脚步真叮当。落地卡顶悬台湾青年散家买厝无希望，代表台湾的青年要买厝无遐简单。无壳瓜牛30年。无壳瓜牛30年。826是无卡落地运动30周年。1989年，一群国小老师号召万人夜宿中校东路，优秀市民发起抗议关厝价运动。民团指出，30年后，厝价所得比不断升悬，来到15倍，少年人的薪水拢无起，大的问题也更加困难。房价所得比几乎从8倍窜升到15倍，但是薪资还跟1989年几乎是平行的停滞的状况。兵团认为，税厝市场真歹，嘛是少年人当着的问题。29岁医疗先生已经对买厝无抱期待，敢若是税厝的储税钱就超过月薪的1/3。没有到1万块以上是不会有比较好的品质的。从22岁到40岁的18年之间，我们都要租屋，但是却没有个好的价格、好的品质、好的选择。根据内政部统计，2017年全台湾空厝量全国有86万户，双北高雄顶六都就占54万。另外，学生宿舍嘛出问题。国教工会统计，2017年大学生的宿舍缺额有26万，将近5成学生无学生宿舍通住。民团强调，虽然政府推动社会主体政策，但是管厝价、管厝税钱到宿舍无够，青年居住已经是国安问题，要求政府爱改革房产税制，杜绝炒房地产。青年当代的青年居住问题视为一个国安的问题，这整个问题会导致台湾整个出生率跟未来的劳动力结构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兵团提出厝价合理化、税厝健全化，希望政府提出具体政策方案，会邀请政党代表公开对话。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英国咧经营中国人客，按这到大港游览一条龙的保德利这个集团，进前伫咧基隆望海港的渔船划一片地，想要开发做度假的饭店，嘛针对因遐的市民提出告诉，讲要拆人的厝。不过中国旅客即马有接少。保德利按算讲要将这个土地卖现实咯，在因遐百姓嘛讲，规庄头都拢互恁迁了了啊，才讲饭店无要起，实在嘛有影较恶质啊。讲你若还未拆吼，叫我搁拍照会讲好啊。基隆的渔民修剪拍打的石花，虽然伫望海航渔船内面落地生根60外吨，但是其实已经搬走1吨左右，这是趁好天，含新地主保德利集团借场地做工课。私人的地啦。要私人的地卖人，毋过私人的地影像阮拢有家己租，拢有租金，我拢家己租啊。尾个佫卖成功的啊，成功佫卖利益啊，也是迄个报道理的啊。伊就卖了后尔，无几个月就甲阮告啊，叫阮拆私营地啊。伫基隆80度的望海航渔船，资本带40户左右的居民，但是因为无土地所有权，早年拢是甲私人地主来租地起厝。民国103年，以保德利集团为主的开发商，甲土地买落来，打算开发做度假饭店，嘛对居民提供拆厝兴地。但是因为即马中国客减少真济，保德利打算要转型，无要起啊。最近透过中人找找新的地主，但是即马互居民唔敢相信，一直讲当地已经等于灭村共款。阮遮规庄仔头拢讲去用灭村啊，恶质啊！甲阮拆了了，阮规庄仔头拢好好，甲阮拆了了，大家拢一个人一路去。大饭店要动辄几10亿的资金压在上面哦，那个属于重资产。成本会压资金太大，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就把它卖掉，那可以顺便把供需的一些银行的借款负债还掉，就算现在寒冬的话，也比较能够没有压力嘛。保德利集团表示，当初时甲4笔土地买落来，总共5000多平，后来有和居民和解，给付拆厝兴地费用。居民指出，其实部分诉讼伫咧二审因是拍赢的，后来保德利提出1平5万块的和解金，有的人反倒讲官司继续拍落去袂收煞，只好点头答应。即马土地要再转手，虽然真后悔，但是嘛无可奈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中市乌日国校有一个学生囡仔，伊有得到先天性的心脏病。伫咧将近3天前，10月伊走运动场2年，倒转来到教室都无1分钟咧，煞昏倒在地，尾也变做植物人。这个囡仔的家长认为讲，出代志迄天，包含老师、包含学校内底护理人员，各有学校紧急处理的过程拢有问题，再去伫咧人本基金会帮助，去到监察院来订正。
行政本基金会伫咧监察院头前举行记者会，讲到囡仔伫咧105年10月了后变成植物人，这个妈妈心肝内只敢若春疼。我对学校，我对老师是如此的信任，结果到最后，我的儿子活着只剩痛苦，他没有未来。囡仔变成植物人，规家伙仔拢受到真大影响。翁仔某两个人认为，乌日国小班导师甲校护爱负上大责任，因为囡仔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煞互班导师要求要和同学做伙去走运动场，等下教室较无1分钟就昏倒在地。当孩子从教室倒地了之后，老师说他因为脚痛，但教室明明就有电话，但老师没有打电话，老师也没有拿手机打119。老师知道他有先天性心脏病，但请了另外一个学生下1楼找校护。和家长这期无清楚紧急伤病处理的流程，校长沈准答回应讲，老师并无逼伊爱走，运动量和过去拢差不多。迄天有依照流程处理，随由护理师进行急救，并且佮陪父母做伙去病院。卢老师在班级经营方面，他会让小朋友在晨光时间到操场然后跑步1圈到2圈。但是没有强迫，他会视个别学生的体能状况，你要跑也可以，你跑不动用走也可以。家长伫咧106年提出业务过失伤害诉讼，今年护理检署无起诉，高检台中分署驳回再议，提出国家赔偿，嘛才开过一阶庭，再起才会去监察院定情，希望依照事情纠正市政府和学校，并且担刑失职的公务员。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过瓜王。到底有要甲赌无？即马都还未定案呢。有风声讲，郭文铁已经照奖予郭台铭，有市府的幕僚会加入郭台铭的团队，通好专心来拍拼2020年的总统大选。郭文铁市长访问到即幕，伊讲幕僚来去换头路，这真正常。人嘛问到讲，恁3个人敢有私底下搁再会面？郭文铁共款迄句讲，我顺其自然。2020过瓜王的革命，敢有影有消息啦？有风声讲，郭文哲市府战争室的幕僚李进英加入去郭台铭竞选团队，郭文哲大方照将，和郭台铭的团队加入新的力量，正式组成战斗团队。是机要的幕僚，他在不同的阵营跑来跑去，这蛮正常的，我倒不觉得奇怪。所以我们2018也有那个竞选总部人到王金平那边工作嘛，我觉得这都蛮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你们3个人私底下已经碰过面了吗？这个有需要告诉你们吗？不需要吧。过瓜王是不是会见面？郭文哲一直强调顺其自然。顶头是对媒体报道，郭台铭捌找塔罗牌大师算命，决定要伫9月登记联署参选2020。郭文哲讲做代志嘛是爱较实际一寡。见鬼神而远之，我倒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说故意去嘲笑他啦，或者去轻慢他，或者去诋毁他，但是问苍生问鬼神，这不对的，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2020大选过瓜王革命是不是直接冲击到哪里的选情？资深的媒体人李彦秋就讲，这3个人合体是小摊的组合。过瓜阁将王金平当作是一号人物，对这点郭文哲是表示，讲这个话未加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功用，只要对方卖管对我，徛伫咧我的对立面，互我扣分就好啊。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高雄市韩国瑜市长今日出席财政永续与创新的研讨会，要用专家的建议，希望会当解决高雄市财政困难的问题。不过，人来问起讲，你伫 Facebook po家己的学历啥款的用意？韩市长煞起懊恼，伊讲家己一再互我当然学历都爱安尼互质问，我只有是讲抛出学历来洗清。伊嘛表明讲，针对这不实的指控，伊拢会告家己。真侪个有讲对着市府财政的忧心，高雄市长韩国瑜26号出席着财政永续甲创新的研讨会，希望专家提供建议，解决着财政的问题。除了市政的繁忙，高雄市长韩国瑜嘛面对真侪网络的攻击。前一天伊伫咧官方的面册抛出着伊家己的学历，证明家己无讲白贼。我是东吴大学日间部毕业，晚上半工半读去读书，但是抹黑的就硬要说。我是个大说谎家，因为我是夜间部，没有时间打工，因此我就把文凭给拿出来。那我们跟律师商量，也准备提出法律诉讼。
只是韩国瑜大动作来提过，可能甲最近伊的民调落落去有关系。有学者分析，韩国瑜民调挂落去的原因，除了互抹乌嘛，甲失言有关系。因此，韩国瑜的竞选幕僚嘛建议要互伊敢若针对着总统级的议题来回应，但总统蔡英文认为安尼无好，因为韩国瑜也是高雄市长，只是访问着这个问题，伊无爱回应。蔡总统说明现在还是高雄市长，说希望你还专心高雄市政，您怎么回应？谢谢。无愿意证实团队敢是有上新的做法，不过韩国瑜强调，伊袂搁出放任这抹乌的言论。记者王流婷、柯正俊高雄报道。咱来讲，劳动部顶日公告讲，自9月初一开始，全国有4680个自愿的医师，拢会纳入劳基法的范围。不过，医学界嘛咧烦恼讲，自愿医师是临床学习，你若以劳基法来讲，有工作时间的制限，敢会造成医生的分量就较不足咧。卫生福利部嘛讲，因会继续收集各方面的意见来检讨。经过时间清楚，9月初一开始，单医生会加入劳基法。根据劳动部进行公告，全国使用劳基法的单医生差不多4680人，因为临床状况低，单医生工时就让受到保障，嘛引发各界关心。在劳基法上面的定义是有没有受到这个指挥监督，或者是相关的命令等等的。那非常多的自主学习的活动，其实在劳基法的规范里面，它是允许的。锁卡或者是说医院强制你下班，这些都不是劳基法强制规定的，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呼吁医院的管理方，就是在记录工时以及在管理住院医师的上班情形，它必须是更有弹性化。新法令规定，到私立医疗院所、单医生甲公立医疗院所约聘的单医生加入劳基法。不过，全国所有单医生拢使用工时指引，嘛同款使用劳基法84条之一的预定工时，也就是责任制。若是病院违规，卫福部会伫教学病院并监中考点，甚至减少受训员者，也是取消教学病院资格。医界嘛烦恼，临床还是受到工时限制了后，第一批加入劳基法段医生，后摆变做主治医生了后，训练不足的问题恐惊会出现。像家医科可能3年半就可以了，可是你如果要训练一个整形外科，他们有时候是要5年6年。那你把它工时限缩在这个框架内的时候，3、5年过后，我们就会看得到说，会不会因为工时的限缩而影响到这个住院医师的这个受训的一些品质跟状况。面对各界烦恼，卫福部强调，单医生加入劳基法一直是各界盼望的。新制实施了后，还是继续收集病院劳资双方意见，随时调整指引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请拼，咱来讲世界级的台湾乒乓的选手林昀儒，伫咧捷克咧举办的公开赛，一天拼2场，将2个过去捌摕到世界球王的德国的选手拢淹倒。林昀儒嘛摕到一生中头一座世界乒乓巡回赛这级的单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3座的单打的冠军。另外，林昀儒甲伊的配合的廖金廷这对手，嘛伫咧男子双打项目摕到亚军。以9比9拍做平手的局面，卫冕下卡18岁的林昀儒连续摕到2分，伫咧世界乒乓巡回赛捷克公开赛的男单决赛先摕到头一局，第2局林昀儒的分数为后壁开始了，拍出一个7比1的攻势，以11比5连续摕到2局。不过对手德国前球王奥恰洛夫在第3局的时改变战术，开始进攻。虽然林昀儒捌以4比3领先，不过奥恰连续摕8分，转互伊赢去。林昀儒是真紧调整家己，第4局拍5比5平手，换林昀儒连续摕6分，也顺势摕到局数3比1听牌。第5局林昀儒是1直分数，虽然对手捌做分数拍做平手，不过林昀儒靠强势进攻，取得2个冠军点，最后伫咧第2届机会逼对手回击出界，摕到冠军。林昀儒以4比1拍败德国前球王，摕到捷克公开赛男单冠军，这是伊生涯头一个世界乒乓巡回赛顶级单站的冠军，也是今年第3座单打冠军。另外，林昀儒也有廖振廷伫咧男双冠军战，最后以1比4拍袂赢南韩，只会当摕亚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当伫咧法国举办的 G7 高峰会，主人家法国总统 Macron 虽然有邀请
非洲一寡国家的领袖做伙来参加，望要增加高峰会通好看顾会到的面向。不过上届受到外界注目的，同款是伊朗的核能问题，佮有北韩一直咧试射低度的飞弹这两条。关系这几站，美国和 G7 一寡国家意见嘛是真无相同。当地峰会正式开幕之前，即将有测伊朗官方导的小型喷射机降落伫比亚利兹机场。了后无偌久，法国政府公布规张相片，制作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甲外交部长勒德瑞安，面有笑容的，甲坐伫对面的人客交谈。为另外一个角度相片，会当看到这穿白衫的人客，就是伊朗外交部长沙利夫，是得罪马克龙这招，当然是希望挽救2015年。伊朗核能协议。Die deutlich gemacht hat, alle sind sich einig, dass der Iran keine nukleare Bewaffnung bekommen darf. Und alle wollen dieses Ergebnis erzielen über eine Verhandlungslösung. 不过，伊朗要求经济制裁爱讨棒，包括出口石油，每天上无70万桶到150万桶。若是无，伊就不爱甲西方国家谈判。美国川普政府这是坚持，外等言5月已经到期的会变期。峰会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北韩一直试射第一天的飞弹。根据外电引用北韩官方媒体甲韩国军方消息，北韩伫峰会开幕进前，台湾时间24透早5点45分到6点02分，先后试射2发新科甲性能无清楚的，讲是超大型火箭弹的新武器，飞行距离差不多380公里。飞行高度97000公尺，速度有6.5马赫。对此，人伫法国参加 G7 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美国总统川普边表示，美国甲日本两国看法完全无同。I'm not happy about it, but again, he's not in violation of an agreement. もちろん我々日本はですね、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も国連の決議違反であろう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し。川普认为，北韩发射毋是当定的飞弹，嘛无刺破核武，当然无违反协议。不过，就算是第一天飞弹，日本嘛伫射程范围，感受到威胁，甲美国是差真多。互人注意的是，韩国政府进行宣布废除甲日本的军事进步共享协定。北韩经伫这时间点试射这1个月以来第4种出现的新武器，伫美国甲南北韩三角关系上意思甲影响，甲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英国政府宣布讲要全面提升国内所有飞行机场安全检查系统。英国的首相8月25号宣布，3天内因所有的飞行机场拢要导3D 的镜头，将咱行李箱仔内底所底物件拢扫甲明明。后摆旅客咧验关的时阵，就毋免甲手机啊，也是细只电脑这电子产品认出来，拍算会当大大减少排列等待安全检查的时间。安检人员提塑胶袋啊，要求旅客甲随身行李内底液体物件放入去。在飞联机过安检这关是真了时间，不过这种状况以后伫英国可能就袂再拄到啊。英国首相强生8月25号下令所有国内机场，伫2022年12月底之前，甲全部的安检设备升级最上新的3D 行李扫描器。You don't have to put all your liquids in a separate bag and your laptop in a separate tray. And the second benefit is much better security. We will be able to detect things that we can't currently detect, and we can anticipate some of the threats that might be coming at us from threats such as ISIS and Al Qaeda. 因为2006年英国警方查到恐怖分子做的液体炸药包装伫运动饮料内底，藏伫行李当中，想要甲几只飞联机爆炸的暗部，所以伫2006年11月份开始规定，旅客随身行李所在液体物件容器体积袂当超过100毫升，而且旅客必须要甲液体容器放伫咧长宽20公分的汤光塑胶袋内底，互安检人员来检查。英国政府预计要开5000万英镑，超市20亿新台币来设这项设备。目前，英国伦敦的希斯洛机场已经有到3D 扫描器，而且开始进行试验。其他的机场嘛会对咧做。强生计划这项新的科技，唔但会当互旅客省真侪时间，而且嘛会当改善安检。
互英国伫脱欧了会当继续维持全球贸易、观光的市场地位。Whatever happens on the 31st of October, we're making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come and go, and this world-leading technology that's being trialled here today and will be across the country by the end of 2022 just shows that Britain is ready for its future. 不过，英国唔是第一个使用 3D 扫描器的国家。美国早就伫2017年引进这项设备，目前伫美国国内12个机场拢有到。伊就若像是便宜利用的电脑断层扫描，甲行李内部翕做3D 的图，而且可以当放大来摄360度，内底地啥拢看现。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伫咧欧洲的 Austria 奥地利即讲9月底要举办国会大选，现时民调较赢面的奥地利人民党竟然提出讲，宪法爱增加一条人民有纳现金的自由权。意思就是讲，现代人虽然入信用卡是真普遍，毋过奥地利因遮的人嘛是真重视用现金，因为入卡就会留记录，这也是一款顾全个人隐私权的用意。爱恩区安迪银行最近伫咧13个欧洲国家以及澳洲甲美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奥地利人尚未介意放弃使用现金，只有10%接受调查的奥地利人表示，因想会出来无用现金付钱，和欧洲的平均达22%比起来加真少。欧洲中央银行2017年整理的数据，奥地利商店的消费67%是用现金交易，荷兰是只敢若27%。奥地利人真注重隐私，无想要伫咧交易过程当中留下记录，所以比起信用卡，因更较介意使用现金交易。中央天正平下，奥地利人民党最近就伫竞选活动当中提出，将付现金的权利写入宪法的主张。其他政党虽然对这项主张的可行性真有疑问，但是嘛是小连续安尼做。中央天倒平的社会民主党是提出停止收取自动提款机使用费的证件。Es gibt ja im Internet Seiten, wo Petitionen durchgeführt werden, wo Menschen ihren Verdruss niederschreiben gegen die Tendenz, Bargeld zu reduzieren. Und die häufigsten Argumente der tausenden Postings betreffen eben Autonomie, Freiheit, Kontrolle, die möglich wäre. All das macht Menschen tatsächlich Kopfzerbrechen. 虽然欧元都已经通行17档，有的奥地利人处理欧元阁下较早的旧货币先令。奥地利银行派伫咧各地巡回换钱车欧元把数，今年就回收1900万先令，相当于138万欧元。奥地利银行的金融卡最近嘛是伫咧欧盟的要求之下，才转换做金融签小卡。某一寡银行甚至讲一直到最近才计划要互这类型的卡开放线上支付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白鹿的风台造成台东县落大雨，山内真侪茶拢流落来，流去到富冈渔港，就是咱顶日啊所报走兰屿走绿岛交通船这个港口，造成甲讲即马交通船嘛是无在条行，真侪要去绿岛也是要去兰屿佚佗的人客，无奈讲要去搬飞机，嘛是拢客伫咧机场，啊甚至有规只游览车，大家拢要去绿岛佚佗，结果因为交通船都无驶，只好这只游览车驶咧。伫渔港飞一轮，无奈搁再离开。受到风台了后西南气流的影响，造成山区有真侪大水查起洪抢落来，对海流流入去台东县的富冈渔港，规个港区拢去互查塌掉咧，渔民袂当出海作业，影响到生活。农民讲损失还佫政府补助，渔民厝安尼要政府敢有咧补助毋无？停伫咧富冈港往回绿岛的客轮，嘛去互大水查围掉咧，袂顶袂动。真侪要去绿岛的游客，行程临时去互取消。游览车要去绿岛的游客，干那会当坐港区一轮就来离开。客轮业者紧急到各失败，取消8月2日归港台东往回绿岛的航班。对，没想到遇到这种情况，结果就只能回家，不然怎么办？昨天还说可以啊，今天说不行了。坐袂到船，游客想要改坐飞行机，结果去机场了后，所发现真侪人去排补位，更较无奈。今天我看很难补上。渔港去大水查塌掉咧的代志，20年之前无6级风台嘛捌发生过。渔民怨讲县政府无做防范措施，县政府表示会伫2天内派机械甲航道清出来，互船会当行。已经有8发风灾的案例了哈，应该都能够赶快的来防范。这个是看整个大环境了，我们预计在最慢在2天时间内，港区的部分会做处理。
受到富港港大水查太条例影响，初步估计超有2000外游客无法度去绿岛。不过往回南苏的客轮会拄南苏驶去成功渔港来接运旅客，这2天请民众要密切注意尊邦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中市双十国中一个姓林的校长，几落个家长会长拢甲亚讲，自2016年开始，四界共借钱，开出来的支票全拢不到，到即马统计起来已经欠将近6000万，有好欠着的超过30个。校长表示讲，已经向教育局请示，教育局嘛讲，目前了解，这是校长个人共借钱的行为，若牵涉到诈欺，会即时来甲伊解除职务。提出借据甲本票，云林北新国小的陈家长会长出面控诉，讲台中市双十国中姓林的校长前后捌向伊借280万刷跳票，说要找人也拢找袂到，实在是真歹互人接受。咱从事教育工作者，早互咱伫社会人看的是一个足崇高、足崇尚的迄个职业啊。讲我会知伊弄即种若袂输诈骗的手段来欺骗阮即种家长啊。老实是讲，正是透过学校联谊，才实在这位姓林的校长。不过，这个校长4个工借钱，按算超过有30个受害者，大部分拢是中部学校的家长会会长甲会员。目前跳票的总金额有将近6000万。有很多也是家长会的会长，来借他钱。但是，一般的家长会会长会觉得说，既然校长都这样子，他还想说息事宁人。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这个姓林的校长是无爱对外说明，不过教育局接到投诉，校长解说是因为老爸欠债，才讲借钱行销。目前已经向教育局请示。如果说我们查出来是因为其他的这个不正当的理由所构成的这个负债，那当然我们会进一步这些不正当的理由，我们去加以做一些查处哈。教育局表示，会来开行政会议，调查监视个人的问题所发生的纠纷，若是有诈骗嫌疑，就会马上甲抬头。目前受害者已经组织自救会，要透过法律来讨公道。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六，国前甲你讲起，就讲股价，股价之前提头的高仲良，伊目前是中信主权基金会董事长。顶日因为互检察官指控讲，伊将因家己负责经营的股票上市公司中信金融控股对公司税95亿出来。顶礼拜5，一审才宣判无罪尔，毋过煞阁有官司缠身，今日又阁去互台北地检署提起公诉。检察官指出讲，高仲良这人涉嫌伫咧2005年进前，利用集团内底海外资产公司，要投资人一寡不良债权做理由，用价值加缩共买权这款步数，去买迄栋丁清湖的大楼，致使中国信托银行损失1亿外，所以也将高仲良佮有中信投顾公司经营的董事李成凯遮以特别背信、财务报表不实，佮有违反关系人交易这几条罪起诉。另外，高仲良的妹婿陈俊铁嘛是列作共犯，不过伊人已经伫咧国外，当互人通缉在案。来讲，中华县政府宣布讲，未来若咱遮长期照护的老大人，也是骹手有各样、心身各方面有较不便的人士，要买一寡帮助出入行煞的器具，毋免咱家己成立规条的咯。即摆听好先去县府送件，再摕书类去甲专门咧卖即款器具的厂商交关，直接入咱爱出的差额就会用得，剩的厂商会先整，再由因去甲县府来理就好啊。甲轮椅天互开，检查档啊、链啊，佮有骹踏棒，厂商啊较认拢无问题，才会当卖。像安尼一台轮椅差不多要3500块，若是身心障碍民众要买，就要家己先纳钱，再甲县府申请。毋过自即马开始，中华县府推出辅具厂商代贴的新政策，身心障碍民众未来若要买辅具，补差额就会使啊。那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方式，我们只要先来跟我们申请，我们核定的补助额度是多少之后，然后他再到商店，只要他自付他自己的自付额，那剩下的部分就由我们的医疗器材行来跟我们核销。中华县社会处表示，全县目前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差不多有68000人，今年超5000人申请辅具的补助。新政策推上了后，有需要的民众唔但会当选择的辅具搁较侪，搁会当减少爱成立专业的压力。不论是政府的补助或者是自筹款，都要自己民众先垫付哈。那这一块
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可以减轻民众的压力。这个新政策对身心障碍族群真有帮助，袂少富裕的厂商拢签约配合，不过嘛有厂商烦恼，因为爱先贴钱，若是管府拨款的时间上慢，就会有成本的压力。中华管府表示，目前当年编的相关预算差不多有4600万，厂商送件了后会赶紧拨钱，避免造成厂商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今年已经举办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要来传承台语，要来传播台湾文化，伫咧美国8月25到27当伫咧举行。今年的主题是要让台语的文化推动好更较国际化。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要伫洛杉矶的南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举行，这也是这项活动第5摆伫国外举办。主办单位伫美国时间8月24号下晡举行行程会议，包括营主任郑良光、总干事何信涵以外。也阁有前中华馆长周清玉等等的人，针对会议议程做最后确认。主办单位表示，这摆活动主要的目的，希望让台语文化推广更加国际化。要甲台语国际化这个概念啊，佮扣转来就对啊。头先第一步就是对加强台湾的人甲这对海外的人连接开始。咱这个顶边世界台语文化营，伫南加州举办的时阵，已经是伫1996年。迄阵也伫奥曼办吼，佮过来就是怎走去台湾，佮倒来夏威夷，剩的拢大部分是伫即个台湾办，这边伫越南办。阮想讲，既然是世界台语文化营，咱这边佮倒来当美国办一下。这摆会议要为美国时间8月25号到27号，为期3天拢总8场的研讨会，内容包括着台语文运动的回顾、台语文学的创作以及台语节目制作等等的各项议题。为着强调台语文化的世代传承，也特别邀请到袂少的少年朋友来加入。所以这届咱特别邀请一寡少年人来投入安尼，甚至连结拜时揭牌结拜时嘛专工安排一个囡仔甲周馆长做伙结拜，代表中这个世代的传承，这嘛是这届营队的一个特色。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摆营队活动，会使结合国内外所有对台湾文化有心的人，无论是伫台湾也是国外，大家做伙来拍拼。记者吴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伫咧1991年，海外有真侪台湾的侨胞，苦心咧思考讲，台语的文化即马有在条长无？因则来写。台文通信这份报纸内底，就是用汉字配合白话字。咱所讲的白话字，就是用 ABC 来写。ABC 嘛有在条写台语，确实有在条，毋是即摆才开始写，已经自公元1885年，1885年就已经伫台南，咱来台湾传教的这传教士发表台湾府城教会报，伫台南府城刊这份报纸。足简单就听好学，国情读互你听。伊内底文字写讲可笑，恁本国的字真学，少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设版面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台湾府城教会报内底百几当前就写这款文字，这叫做台语的白话字。所以有真侪人咧讲台语有音就有字，有当着啊汉字揣无的，咱毋免硬斗呢。咱讲离离曲曲、曲曲曲曲，这个话人硬写嘛是汉字，去找出来好的尔，无意思啦。规气用白话字来写。伫咧1991年，海外的台侨，咱看到郑良光先生，就是语言学的学者郑良伟教授伊的兄哥，因就创办台文通信，讲啦汉字有通好写，咱用汉字；无则咱用白话字。第一要紧就是啥？先将台语甲传落。尤其这个白话字真好学呢，你若 ABC 本来就看有诶，半点钟你就学会晓。啊，若讲本来 ABC 较学诶，国情相信讲，你敢若练写了后学发音，半个月嘛拢总学会晓。所以国情头拄读一篇，我差不多半点钟我学起就会晓读啊呢。台语要写要紧，毋是讲用倒一款字，汉字会通，无白话字落去写，落去配合嘛是会通。啊，当然。百几当前，嘛敢有传教士来教白话字，咱民间嘛有咧教人读册认字的文章，
就是我自细汉，阮老爸就读我听的千金铺。千金铺就是专门咧教遮学要做生意，伊无要上京考教的人，讲爱简单学几句会晓读的字。毋则千金铺见面先甲咱教，讲字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一字值千金，千金难买胜现心。练手作算用苦心，创结造字值千金。劝人读册着认字，看得来写得去。你毋捌字无要紧，你无要上京考教，来，你来学这本《千金谱》，简单读一下，你读册会认字，看得来写得去。虽然讲创结造字，毋过即马语言的学者嘛真知影，分析讲迄字是真侪人的知识，真侪人的智慧，落研究出来。就若亲像这本《千金谱》，即马作者是啥毋知啊？毋过文章继续读落去，伊讲劝人读册着认字，看得来写得去。百般货物都有字，件件货物都书记，记得物件写得来，便是能力不期待。啊，搁来讲百般生理多头路，后坐店共开铺，后富喜败家路，后广告拆字数。观众朋友，千金铺内底内容是真济，后富喜败家路，后广告拆字数。国情啊，另日继续来讲互你听。啊，总是讲只要认真做。行行都会做状元。今年51岁的歌手罗曼阿迪啊，27当前就开始写歌。伊摕到第30届金曲奖台语歌王了后，回想讲家己因为倒转晓金门照顾中风的老母，离开歌坛真侪冬。毋过这个过程一点一滴拢变做伊创作的营养分。永暗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这个单元，我要招你来听罗曼阿迪啊，充满人生的故事，迷人的歌声。2019年6月29日，第30届金曲奖伫台北举行，伫这一暝诞生一位新歌王罗曼阿迪。出道27年的罗曼阿迪，捌离开歌坛10多年的时间，会搁返来台北发唱片，有一段特别的故事。阮老母过身以后，其实我无想要回去啊，是有一天一个查某囡仔来找我，恁老母讲叫我甲你讲吼，讲你足有才华，你足有才情的，啊伊无希望你真一世人真大日照，伊希望你会使搁回去台北继续唱歌。真无简单，决定返来歌坛，嘛是需要门路。当时拄到互伊歌声深深感动的经纪公司副总，决定将伊签落来。给自己50岁的备忘录，然后有温柔的暴动，有这些，还有曾经我想要一了百了，这些就是一定是到他这样的年纪，然后这样子的回顾过往的人生，然后或者是说对自己的一些期许，你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歌曲产生。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用人生去累积来的音乐，它真的是很难得。已经行完人生的顶半场，罗曼阿迪用歌来记录生活，写出属于伊家己的人生故事，嘛成功摕下第3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变成邛金的歌王。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今年热天雨水直直落，当日咧开火的蜜枣，燃火的状况嘛无偌好。道农民烦恼讲，本来用灯火的树，互一寡蜜枣较早出来。毋过，即当阵可能会甲潮时的蜜枣安尼做伙车拼大出，到时阵无定讲介绍，烦恼真正会落咧。最近大雨直直落，毋但影响到当日采收的农作物，连当日开火的蜜枣、燃火受困的状况嘛无偌好。农民烦恼，借火催火的蜜枣产期有可能会前着，若是和后续正常产期的蜜枣提供体做火大出，介绍可能会落。今年过年会比往年来得早一些，那产期如果集中的话，那相对压力会比较大。今年热天雨水伤高，部分的农民搭鸡仔、网仔来挡风雨，毋过嘛无法度顾到果果神的状况，一类一类滴滴绿的白花，等无通拖来燃花。那枣子如果有灯罩产期的，目前是进入开花结果期，但是这一段时间的下雨量又更大，枣子开花并没有授粉昆虫，而且在下雨的当中，其实花的花芽分化并不好，所以授粉的状况并不好。所以比这地生产差不多是9月
15到20之间有，然后结果的较无影响。目前大概这1个月就是要拼开花、拼授粉。专家提醒讲，手机若受到风台影响，损伤就要紧加掉。另外，袂使喷5000杯的叶面肥来补充营养。接落来，佮叶开花肥，互花开了旺佮香，会使增加调果率。屏东县农业处为着避免蜜枣的产期太过集中，会会当高雄农改场建议调整产期的方式。县府嘛按算要伫8月底推出蜜枣的保险，希望互枣农加一层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神圣，咱来讲，伫台湾无人使有法度家己控制，转弯射角兼大动的轿车，这种技术全世界咱排有着顶。咱的官方学者甲产业界合作，由 iAuto 团队推出的自动驾驶车，伫咧杜拜举办的全球自动驾驶运输挑战赛这中间，拼入去到前3名。毋过嘛，学者讲，在期间这款自动驾驶的轿车，若真正要伫咱台湾的大路走，还佫真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这台由国内产官学合作 iAuto 团队研发的自动驾驶卡车，唔免人来开车，实际行伫路上，看到头前有人自动停落来，要倒弯嘛无困难，很多路家己等，顺利开到前方的车道。这台车因为伊非常苛刻，安全性嘛非常高，入选杜拜全球自驾运输挑战比赛前3名，嘛是唯一入选的东亚国家团队。其实我们现在这台自驾车上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 made in 台湾的。其实以前确实是说，我们要怎样把系统整合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 solution。那我们其实这是在做这件事情。团队主要成员除了 iAuto， 还有台大、明治、科大、大速汽车，还有工研院等单位。第1名上悬奖金达到100万美金。研发的技术真成熟，但自动驾驶车辆敢真正会当伫路上拍走咧？学者认为，因为路上有其他车辆，还有人咧行，自驾车虽然安全，但拄到这变数，有原有未少的考验。AI 到底是要选择牺牲谁？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所谓的伦理问题。那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真正解决之前，我觉得那种完全自动驾驶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学者指出，自驾车以安全做上悬的考量，若离12路口要倒弯，所拄到的车拢唔让，就会变成伊停伫中央等，颠倒甲交通卡条的。业者嘛认为，自驾车嘛是爱先为较封闭的场所来试验，唔是为开放的道路来推广。毕竟民众对自驾车的信心，佮需要时间来建立。记者林俊梅、林志坚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唔知影你敢知影讲，丹麦这国伫全世界市场算足先进的所在，生产9成的肉品销国外，一年有才调赚1500亿新台票的收入，占全国总出口的5%，嘛真侪国家拢想要去甲因学功夫。咱屏东科技大学去年就和丹麦一间农业学院合作，派先生派学生去遐研究，望要培养咱台湾市场专业的人才。丹麦老师带台湾的学生了解运送猪仔的过程，饲猪仔为疫症、饲料，也有养殖的环境，到废弃物的处理，搁再利用等等，唔但需要饲猪的专业，搁需要管理甲循环经济的概念。屏东科技大学去年甲丹麦的达尔姆农业学院合作，进行跨领域的交流。丹麦是全世界养猪最先进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借由跟丹麦的合作呢，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引进国内。透过教育部国际技术人才培育学院的试办计划，屏东科技大学去年派老师甲学生做伙去到丹麦进行为4个月的训练课程。休热期间，达尔姆农业学院饲猪的专家也来到台湾，分享这阵产业的需求，让学生甲饲猪的业者了解。Because we have the different structure in the pig industry. 因为台湾的气候跟丹麦还有它的这个畜舍的建制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期待学生可以从丹麦把学成归国之后，不只是复制丹麦的这些技术与设备，那我们也可以适应于台湾的这些气候。他们的观念呢是从饲养管理的观点去切入，然后去解决就是疾病的问题。那目前其实在不只是在欧洲，那其实像美国，他们也是朝向预防医学跟生产医学部分来去进步。希望透过国际合作，互相交流、求进步，也希望会使提升咱台湾饲猪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
风台白落才拄消时，即马又搁有风台要行骹到。中央气象局表示讲，现此时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有热带性的低气压正咧发展，今日若是明仔载，无定有机会发展做轻度风台洋流。未来会经过菲律宾的吕宋岛，对台湾是较无直接的影响。毋过拜四了后，因为加真高的水汽入来，台湾的东南边，还佫有南部地区天气的变了较无稳定。明仔载气温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中部这边上低29度，上悬33度。来看咱南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